为什么德性，互咱引以做标杆呢？所以为什么老前人伊有足济伊的过去的筚路蓝缕，值得咱这代、后一代，甚至后一代，可以拿出来引以做标杆。为什么咱的前人嘛当安呢？因为因咧看代志当中，毋是咧看这世人，所以因做的代志是咧形成一种风范，成为一种传统，成为一种的文化，所以唯一就是传统文化，甲会当产生一种的德行来流传落。咱的家庭内底敢有一种的文化，这个文化来自于对，来自于时代人，伊的为人处事行伊的精神，安尼讲对。伊会影响到哦，影响到伊的后生，会影响到伊的孙仔，敢是？迄个叫做薪火相传。咱每个家就一个家庭当中，接起来以后，有遮尔济、遮尔
心不